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吼！咱今仔日是咱的2025年个关怀台语亲子广播营的阮是第一组吼！要来甲大家来介绍小介咱今仔日来参加的咱的家庭，咱的算嘛讲队伍吼！好，咱第一组的咱要来介绍是咱关怀剧团吼，咱足认真嘛足用心的敏玲敏玲的妈妈。你好。好，搁来是咱的为台中太平过来伟林搁伟林的阿母。你好。好，接煞是咱的咱参加咱足侪岛的文化营阮专工为宜林过来甲咱彰化市八卦山骹咱的文勇甲文宣搁因两个阿母。请阮朋友大家好。好，今仔日呢真欢喜甲大家来空中来相会啦咱即届关怀的亲子广播营较重点的咱是甲放咧讲亲子，搁咱口说能力，搁咱口说的表达的部分。甲咱普通咱的文化营较无共的所在是，咱文化营具体的表达啦也是讲咱文化的体验。毋过咱亲子的广播营咱是较强调伫咧咱的口说。就是讲，咱囡仔呢会当伫咧咱营队内底开喙来讲台语。无论是讲咱伫咧读剧的部分也是讲咱话本也是讲咱会当用台语来小解咱家己。这拢是真重要。嘛是感觉讲，甲咱顶一个世代阿公阿嬷为遐传承落来，咱会当开喙，咱来甲阿公阿嬷介绍家己。迄毋若是讲干那甲阿公阿嬷迄代啦，嘛是讲咱伫咧学校，咱即马嘛有真济比如讲咱的本土语文的课程台语文的课程这拢是咱未来会当伫咧咱无论是社会也是学校顶面会当来做运用来做使用的较实际运用啦，对。好，安尼咱即马咱就轮流咱来请咱今仔日即3组家庭来做咱的介绍。咱头一组呢，咱要来请咱的关怀剧团咱常常出现伫园区嘛足用心足认真的搁今年嘛来做咱的文化营的个小老师足用心的未来嘛常常变做咱的咱带队的老师好，咱头一位咱请咱的敏玲来做伊自我小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做孙敏玲。我是阮兜上可爱的小妹，即马读中科实验国小4年啊。我住咧秀水乡，阮遮上出名的是柑仔蜜。阮附近有一个足有名的荷兰豆的市场，我足喜意食柑仔蜜。因为伊酸酸甜甜，食了会互人心凉鼻透开。即摆真欢喜会当来参加关怀台语广播营。今仔日我甲阮窈窕阁美丽阿母做伙来。每一个礼拜，我拢有甲阿母做伙到台语园区内底的关怀台语剧团练习。阮年底拢会表演，大家爱来看我哦！多谢大家。好，咱多谢恁的敏玲敏玲咱头仔听讲你甲恁阿母拢会去台语文创意园区逐礼拜去做排练。想要问你你敢有真正去公演过的经验？有啊。你是旧年还是顶年？每一年拢有。每一年拢有。你印象上深的，你会当甲咱大家分享一个你印象上深的一摆无？是搬什么戏出？黄好印，还是讲旧年？是黄好印。黄好印黄好印。黄好印是咱是为咱的叶嘉文董事长伊的著作内底调出来一个戏剧嘛对。黄好印你内底你扮什么角色？
古水的妹妹。哦，搬古水的妹妹吼。哦，你甲阿母吼拢足认真、足用心咧参加咱园区搁咱基金会所举办的活动吼，对。好，安尼安尼，你敢会晓介绍一下恁阿母？我阿母是一个足认真的人，搁窈窕搁美丽的。是吼，阿母对。吼我会记得吼，昨是迄落阿爸带你来的嘛，对吼，阿爸嘛足认真的咧。阿爸昨我看伊安尼一句一句伫遐画线伫遐咧教你讲一句一句要怎念，对无？你今仔日阿爸无来，你有啥物话要甲阿爸讲的无？你真正讲无要紧。因为过来是咱的阿爸节啊，对无？咱的迄落新历的8月初8，你有啥物话要甲讲？你直接讲，你无甲阿爸节欢喜，对啊，阿爸节要到安尼，阿爸听你着，对无？无哦。伤感动，讲袂出来。感动讲嘿啊，好哦，昨伫咧咱的夜店吼，迄落咱的闽南的阿爸吼，是一句一句带伊读安尼。虽然阿爸我嘛是阿爸拢专工请假吼来遮陪伊哦，吼对，好安尼。是咱迄囡仔会使拢对逐个阿爸讲我爱你。好啊，安尼你要来甲阿爸讲阿爸我爱你无？你讲一个。阿爸，我爱你。好，阿爸我爱你，相信阿爸吼会过来听到即集咱的即个广播，即个放送足欢喜的哦。过来咱请咱迄个闽南的阿母吼来做伊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嘉如，其实就是像大蛇妹妹讲的，阮逐礼拜六拢会去园区遐，然后去练习迄个台语的话剧。那迄台语的话剧内底咧，有专门的老师甲专门的导演，甲阮教讲你的身躯啊，还是啥物表演应该安怎做。所以其实对我来讲，迄是一个足特别的上台的经验。就像大蛇妹妹讲的，阮逐年拢会一年底的时阵来去做公演。那我上欢喜的嘛是一年底的公演，因为迄当阵是我上水的时阵，你会使换装，你会使做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角色，你会使为即个角色内底学着无共款的台语的开口，还是你的行为，迄拢会使是一个足好的生活的体验。其实除了遮，园区内底台语文创园区内底，其实有足侪的资源。就像大蛇进前，阮今日有来去看到伊有亲子馆，嘛有图书馆，嘛有电影馆，迄是一个大人囡仔拢会使去的所在。老伙仔会使伫遐行路散步，囡仔会使伫遐学台语。我感觉吼，加学会晓一款的语言，就是加一款了解一款的文化。这就是为虾米我要带妹妹，还是爸爸想要带妹妹来遮参加即个关怀台语的广播营，是上主要的原因。对。安尼，妈妈吼，我进前吼，阮迄个闽顿嘛是妈妈的后生嘛吼，闽顿对。迄个安尼妈妈伫咧咱的关怀剧团吼，应该是有几落档啊吼。安尼妈妈你感觉，你安尼甲看吼，安尼为以早的囡仔甲即摆的囡仔，你感觉讲咱的台语啊，即摆的囡仔是凭以早囡仔较会晓讲，还是较袂晓讲？即摆囡仔讲实在，其实因接触台语的机会足少的。虽然讲学校内底有咧教台语，毋过你看你的手机啊是啥物，其实拢是讲国语，无你就是讲华语，无你就是讲英文。所以台语对因来讲，其实因听有，因无一定会晓写。过来就是厝的阿公阿嬷，阿公阿嬷其实因为看到孙仔拢讲国语，因为足侪孙仔听无台语的，所以我是感觉你也真正有想要了解即个台湾的文化，是应该爱来咱即个中华即个园区遮，因为头拄仔讲的，迄资源足侪，就惊你毋知影尔。你若来，你一定会逐工拢摕当去足侪物件。对。妈妈本身敢是就咧做台语老师的？无呢，我较会晓讲华语。我是因为去剧团，老师有教，所以因为你爱搬戏，所以搬戏的时阵你就是爱用
台语去讲，爱训练，所以是因为安尼才训练出来的。对对，因为妈妈安尼咧讲话，安尼即个口调，听到有啊，足像台语老师的。嘿啊嘿啊嘿啊！你妈妈敢有去考？咱即马敢有讲办迄落台语认证，妈妈敢有去考？有啊，毋过我考袂调。台语认证嘿啊！你妈妈咧讲话是其实来安尼来讲，听起来有足像的迄落台语老师的哦。讲无问题，写有问题，因为我袂晓写。对对对。对啊，所以我感觉。我即马嘛有法甲园区内底有开迄个写罗马字的课。对。对，我是感觉讲了真正想要来考试，其实园区遮有足侪免费的资源，你会使利用这来考着迄台语老师。台语老师考着了后，其实以后你嘛会使去国校啊，还是去别位，还是来做其他的代志。我感觉这拢是一个足好的一个资源，大家会使来多多利用。对。好，佫根据咱即个甲听众朋友分享吼，咱中华县吼是咱全国咱讲伫咧厝内使用台语即个家庭，咱是算是讲一定是拢是真几名的啦，对。想要问即个迄落闽南的妈妈吼，咱伫厝里上常使用的语言，敢是台语？上常使用语言。老实讲是国语，是华语，因为你教囡仔咧读册的时阵，你一定嘛是用华语咧讲。对，伊华语学。对，因为华语的学习较侪，就是大嘴仔讲的，虽然学校有台语课，毋过迄实在是真正较少。对。毋过我感觉即摆有一个较好的现象是，即摆公司的台语台其实伊有台语，不管是网架还是新闻，伊是用台语去讲的，所以其实你会使。看电视，还是录手机仔的时阵，你就会使为遮去学着台语，看是甲安怎念，还是甲安怎讲较对。对。其实就是今日透早，朱宇老师今日有甲阮介绍讲，你要安怎用国语翻做台语，迄款个网络迄个资源，我感觉迄嘛足好诶，因为国语我会晓讲，毋过你讲迄真正就是正港诶台语，迄我无一定会晓。而且伊写出来我嘛袂晓念，因为我袂晓看迄个罗马字，就是罗马字我袂晓。毋过今日透早朱宇老师有介绍讲，你要安怎为华语翻做国语，伊佫会使念互你听。嘿，我感觉迄是一个足好的资源。对，咱透早介绍迄个语音合成啊，就是即马咱因为咱台语拢有建置即个语料库所以咱用语料库的即个技术，咱就会当甲华语吼，咱甲转做台语安尼，对。好，安尼我想要问敏玲，你今仔日透早迄落行搭，你上喜欢园区的倒一馆？戏剧馆。戏剧馆是安怎？因为内底有布袋戏人啊。布袋戏人啊阵若讲明年阁有机会，你想要来即个，你敢有想要来迄落园区参加咱的文化营？想啊。你上想要学倒一项才艺，还是讲咱即落园区有诶物件？搬布袋戏人啊。搬布袋戏人好，咱今年咱即个关怀台语趣味文化营迄布袋戏组诶嘛拢足侪人想要报入报袂入对，嘛欢迎，真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明年无论是咱关怀台语趣味文化营也是咱即个广播营亲子广播营，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踊跃来报名安尼。好，即摆我想要招即个敏玲甲敏玲的阿母做伙，咱来甲大家呼吁咱日常讲母语对咱来做起，按即句话按做伙讲一解。好，来。日常讲母语，对咱来做起。好，安尼接续咧咱第一组家庭，咱感谢咱的敏玲甲敏玲的阿母。好，接续是咱为咱台中过来咱即个彰化市参加咱的亲子广播营的伟林甲伟林的阿母。安尼咱头先请伟林来做自我介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做陈伟林。即马读成平高小4年啊，我住台中太平区，出名的是鸡排。我佮伊钓鱼，因为
因为足好耍，毋知影会钓着啥物。有一摆钓着红钱，毋过我家己放心啊，因为伊腹肚隆隆。即摆真欢喜会当来参加关怀台语广播营。今仔日我是甲我阿母王信辉做伙来的。对，好，咱感谢咱的伟林吼，伟林嘛是伫咧营队内底足认真的啦吼。虽然讲平常时可能使用伫咧台中市迄落都市所在讲台语的机会较少，吼毋过伊也足用心来学习的，吼。伊讲伊足介意钓鱼的，对。你平常时吼，你上介意啥物运动啊？你讲去钓鱼嘛，安尼你应该是定定去山里，还是倒位钓鱼吼？敢是？是吼，好，安尼，咱即摆咱无你介绍一下恁阿母，嘿，恁阿母号做啥物名吼？你甲大家讲一下，甲咱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安尼。好。伊叫做王信辉。阿母叫做王信辉吼，好，无咱请咱的伟林阿母迄个王信辉，来讲咱的即个来介绍家己安尼。大家好，我叫做王信辉。本身对台语真有兴趣嘛，感觉台语足趣味的。有当时有寡话用台语来讲较有气魄。尤其是袂囡仔时阵，无啦。希望台语会使继续流传落去，所以带囡仔来做伙学习，然后参加即个广播电台。希望囡仔毋是干那会晓听，佫会晓讲，嘛会使爱着这台语。因为我感觉台语愈来愈少人会晓，安尼真可惜。嘿，因为细汉我和迄阿嬷住做伙，有迄个环境自然就会讲。嘿，即摆囡仔就较无。嘿，嘿啊，我感觉台语是咱的母语，所以应该爱继续传落去。对，阿母本身敢是台中人？嘿，我台中人。台中人。你应该以早的台中甲即摆的台中，迄个讲台语的人，敢有哪来哪笑？是讲敢有啥物变化？你的观察？我细汉时阵，我感觉大人较济讲台语，后来后来就感觉哪会愈来愈少？阮即辈啦，阮即辈就愈来愈少啊。是最近我感觉可能大家有咧推动这台语，我出来参加活动啊，嘛定定会来咱中华遮，然后就有听到较济妈妈爸爸有咧用台语咧向囡仔解说。讲，即摆囡仔大部分是听有，毋过讲较少。嘿，阮兜的囡仔嘛是。对。阿母敢有去考？咱即摆有迄个台语认证，敢有去考台语认证？有咧想，只是拢还袂做啦。就今仔即届嘛是来参加，我感觉我学习足侪，就是老师介绍呀，除了歌词，佮有迄今仔上早起上的，就教阮讲会使去带找遐个资讯，我感觉互我感觉足实用的。嘿，对，真正足实用的，嘿。对。好，安尼咱多谢咱即个伟林的阿母吼。好，想要邀请咱伟林甲伟林的阿母，咱做伙无我讲吼日常讲母语，你就讲吼对咱来做起安尼。好，来日常讲母语。对咱来做起。好，咱感谢伟林甲伟林的阿母。好。咱第二组的家庭，好，咱过来是咱第三组的家庭，吼，是咱的文轩甲文勇，因参加咱的文化营参加几落斗啊，佮因老母吼，嘛是咱即马全职的台语老师，对好，安尼咱即马请咱为阿姊开始好啊，文勇，咱来做咱的自我绍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号做柯文勇，即马读二国小4年啊，我伫二林镇，上出名的是火龙果甲仁和宫。我嘛足介意吹片仔，因为吹片仔真趣味，会使吹我介意的歌。即摆真欢喜会使来参加关怀台语广播营。今仔日我是甲
阿母甲双生仔小妹做伙来的。哦，对，我欢迎咱的文勇哦。好，安尼无咱请咱文宣做咱家己的小解安尼。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号做柯文轩，即马读2年国小4年啊。我住伫林镇，阮二邻出名的是火龙果，我嘛足介意画红仔，因为会当有白话。即摆欢喜会当来参加关怀台语亲子公报营。今仔日是我甲阮阿母甲阮双时仔阿姐做伙来。哦，文山吼好，文山甲文勇是双生仔姊妹吼，嘿，双生仔姊妹。安尼我想要问恁哦，恁来咱即个关怀文教基金会活动啊吼，啊，佮有咱台语文创营过活动啊，你上介意倒一项啊？你有参加过文化营嘛吼？啊，参加过广播营嘛吼？啊嘛，咱平常时的活动无来参加过。啊，你上介意倒一项？文化营。嘿，文化营吼，啊，恁文化营吼，文化营阁有分诶，文化营恁有参加几落档啊？恁有参加过歌谣参加过无？有吼，啊，即个布袋戏有参加过吼，啊，阁有今年是今年啥物？高丽菜对是啥物？高丽菜是戏剧嘛对，戏剧。安尼恁即3档过来安尼，恁上介意倒一项？还是拢介意？拢介拢介意吼。因为会使去亲子馆。啊，亲子馆，行台的时阵亲子馆吼，就遐真侪咱讲咱迄个台语的即个咱基本的知识，也是讲咱亲情的亲好好，遐咱有做一寡电视安尼。好，安尼恁两个吼，无恁要介绍一下恁阿母无？恁阿母号做啥物名？陈秀珠。阿母号做陈秀珠吼，也是咱即马咱伫学校服务的台语老师。无咱请阿母来做自我小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吼，我叫做陈淑珠。我进前我生这2个的时阵吼，其实吼前3年拢甲因讲国语较济啦，透染一寡台语。后来因差不多3岁外的时阵，我伫网络看到祝英台三声道，三声道，嘿，阿花师，伊有拍一个影片，咱台语5段伊咧死啊。看咧用要哭烦样个。后来就想讲，无着即2个，因为迄时阵其实咱迄时阵会饲囝是毋知嘛，就是咱四周的爸母甲囡仔讲话想讲国语，伊就去互影响着。后来看到迄个影片了，讲毋对啊，我台语人诶，我哪讲国语？对，后来为迄个时阵吼，阁有一届啦，因为吼囡仔细汉时阵会陪囡仔读迄红仔菜着啊，毋是红仔菜叫啥物？绘本。嘿，拢是用国语讲较济啦。因为我甲阮翁拢是伫厝诶讲台语较济。有一工我有甲讲讲，安尼足感动诶，咱来用台语来讲看觅。结果第一个实现诶是阮翁呢。伊吼台语比我较烂，伊真正佫烂。毋过伊做拼死吼，用全台语吼，教囡仔讲故事。我迄届真正互伊感动着，后来就是讲，安尼我嘛要开始来对囡仔讲故事。对，就自迄个开始练讲，毋对啊，教阮即2个安尼影响无够大。后来我就是想讲，无我来翕个影片。对。所以我家己有一个迄个 YouTube 的频道。听讲得奖吼。我有去哦，我迄个频道有去哦，阁有报酬你迄个啥物资源的。对。本土语言资源，嘿，过，对。伊时阵就是为着要讲台语故事，互因知影。对。后来就是愈讲愈知影家己讲，咱遮济袂晓，因为咱平常时讲的甲故事出现的，其实吼无一定会接触着。所以就变成讲无我来学看卖名讲，伊拄开始我是用教育部的，教育部有声音嘛，袂晓人听声音无要紧。毋过后来讲，真济嘛无收嘛，无收你阁查袂着，要查讲文字尔，要安怎？个想讲无，我阁来学台语。对，哦。就是安尼，我才开始为着囡仔来学台语，为着要讲故事互因，为着要互因讲台语，我才成立迄个
YouTube 的频道。对，哦，安尼听到真正是互感觉足甘心的啊！对咱阿母对咱家己嘛是真有心吼。好，安尼即马想要邀请咱的文勇甲文轩，搁阿母吼做伙来甲大家邀请大家吼，咱我讲吼日常讲母语吼，恁就讲对咱来做起哦。好，来日常讲母语。对咱来做起。好，咱今仔日咱的即个节目吼，咱的即个关怀台语亲子广播营吼，咱即3组的家庭吼，真实在是个拢足有心的，来学习吼，拢诚认真吼，期待吼，咱后一摆吼，咱才做伙小招，咱做伙来参加咱的关怀，无论是文化营嘛好，也是讲广播营嘛好，也是讲咱逐档拢会举办的音乐会啦吼，也是讲即个周年庆，园区的周年庆。好，安尼咱的节目，咱就今仔日就到遮一段落。咱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咱今仔日的即个主持吼，伊拢叫我自闭老师啦吼。好，多谢大家吼，今仔日的收听，好，多谢。多谢。多谢。大家好。阿玲老师好。好，来，日常讲母语，为咱来做起。今仔日呢，真欢迎，嘛真欢喜吼，咱两个家庭会使来参加咱即个关怀台语亲子广播营的活动吼。我想讲，咱的时间怎交互咱两个家庭，所以呢，即马咱先来甲咱互相熟悉一下，互咱搁伫即个3天的活动当中咱会使搁进一步的了解。即马来，咱就请即个彩如，你先小概讲，你是对倒一个国校来？你伫个即个活动当中吼，你有啥物要甲阮分享的成果安尼？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号做陈彩如，即马读平和国小6年，我住伫彰化市。阮遮出名的是空肉饭甲肉圆，我嘛足介意空肉饭，因为每一个时阵拢食会着。即摆真欢喜会当来参加关怀台语广播营。今仔日我是甲阮小妹甲阿母做伙来的。好，安尼伫即2天当中你有啥物成果要甲阮分享你感觉足特别的，还是讲你足介意的，你会使甲阮分享一下安尼，好无？好，我上介意的是老师教的中华关的名产。哦，名产吼。有鹿港的蚵仔煎，毋过我食蚵仔煎的时，拢无囥蚵仔的。哦，无爱囥蚵仔。阁有保鲜，的葡萄、芭乐甲酸叶。我上爱食酸叶串冰，因为酸酸甜甜的，真好食。真好食，所以我足介意食的，对无？嗯。哎呦，对。安尼你是阿姐还是小妹？我是阿姐。哦，阿姐叫彩如，小妹咧，家己介绍一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号做陈珠如，即马读平和国小4年，我住彰化市。住彰化市。阮遮出名的是肉圆甲卵磷酥。卵磷酥。我嘛足介意肉圆，因为皮嫩嫩的，真好食。即摆真欢喜会当来参加关怀台语广播营。今仔日我是甲阮阿姊甲阿母做伙来的。哦，今仔带你来是阿母遐？对啊。恁两个要讲看卖，小解一下阿母，还是阿母甲甲阮分享一下？阿母家己甲。阿母家己讲。好，安尼。阿母，咱咧小解一下，咱叫啥物名？哦，我叫凤玲。凤玲。嘿。好，陈凤玲嘛吼。嘿。好，凤玲阿母，咱来看卖，即2天你感觉讲你有啥物讲？你自头到尾你是安怎讲要带因来遮会参加即个广播营？你对即个台语有啥物连结？还是讲你
以后会想讲要搁行即条路，带因安怎行？安尼简单来解说一下。因为吼，我感觉即摆囡仔因讲台语的机会较少啦，所以吼，我会去网络找一寡活动，互因去参加，会当互因会当开喙去练习安尼。我就是有看到网络有这介绍来遮，遮环境真好，老师嘛拢足亲切，足有耐心的，囡仔就愿意开喙讲安尼。看因一开始吼，拢听你拢听无呢？嘿啊，到即摆会当安尼愿意开喙讲吼，看到因的进步，嘛是感觉足2工就进步遮济哦。哎呀，有哦。安尼袂歹啊。嘿啊嘿啊。以后你就想讲，要搁继续甲因安怎行即个台语的即个条路落。就是看厝内阿嬷若是有机会，就是甲伊加减讲，嘿啊。你咧？我嘛是会讲啊，嘿，阿爸咧？阿爸嘛是会讲。安尼就是拢以后拢伫即个环境，伫即个台语的环境内底啊吼，就是做伊的生活，也是讲以后伊路会使搁行愈长愈宽。即个资源你会使对倒位？阮有甲你讲过，你想看卖啊咧？网络有一寡迄袂歹的所在，会当去查咱袂晓的字啊，还是袂晓咱袂晓读的迄，伊会甲咱教咱讲安怎读。今仔日老师讲的迄安尼，对遐找，除了台语台，搁会使对迄个一寡教育部的所在去找。嘿，你若假使毋知影，咱会使搁讨论安尼，再搁来讲安尼。好。安尼使。即2工的成长当中，你有啥物要甲阮分享的无？我感觉吼。讲台语是真正足重要的啦，即个袂当断的。甲阮课程内底咧？课程内底我感觉教一寡囡仔真有兴趣的物件，像这啥物吉句话啊，我一开始拢约无呢。约几步才约出来1、2题尔，伊真正是真趣味啊。好，安尼，比如讲是啥物？咱来讲一个看卖啊咧。比如讲啊，阮教迄个啥物？阮主有讲一个伊教伊的。话。你教伊倒一个？即个。黑人白厝顶。厝顶。厝顶。嘿。啥物意思咧？欠推。欠推哦！阿母常常讲，你欠推哦。有哦。好，安尼今仔日真感谢吼，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有家己做一个足好的结束，就是讲即个家庭啊，我一个2工当中啦，我有甲因伫遐开讲啦，啥物我会再了解讲，这阿母足用心的，2个囡仔嘛足认真学的。自来开始的时阵啊，我感觉吼，主办单位伊互我讲，可能是老师你爱搁较认真拍拼甲因教我讲是会使的啦吼。毋过我感觉2工来我是感觉真正程度袂歹，赞搁认真。安尼感谢阿母互大家有即个机会，互恁甲恁熟悉安尼吼。安尼以后若有啥物搁咱来利用咱台语文创园分区，伊有足侪资源安尼若毋知咱则搁互相联络安尼。好。感谢今日感谢彩茹甲朱茹的妈妈带因2个过水的来遮参加即个节目吼。好来，咱第2个家庭，咱就是即个，我看即个读倒位？民生。民生国校的。主仪，老师咧叫你吼，好来，搁阿兄叫做伊克吼，伊克以早咱是毋是捌参过阮的迄落文化营？对。毋过咧，搁有印象无？搁有啥物印象较深的无？无。好，若无吼，不要紧，对头开始。即摆先阿兄，你先小解一下，你读倒一个学校？你简单讲一下，安尼吼，互阮搁进一步甲你熟悉一下，安尼好无？好来。大家好，我号做林依琪，即马读民生国小5年，我读我和美对吼，和美嘿。来到中华才读册吼。阮遐出名的是雨伞。雨伞哦。我有听你讲吼，你足喜欢雨伞吼。足喜欢雨伞，因为真好看。真水，真好看。即摆真欢喜，会当来参加关怀台语去广播营。今仔日我是
甲阮小妹做回来。哦，甲小妹仔做伙来。啊，小妹仔伊要家己介绍，还是你要家己介绍？叫伊家己讲哦。我看你种表情，就知影要叫伊家己讲啊。好，啊，真感谢你来参加吼。啊，以后你即摆是几年的？4年的、5年的？吼，啊，佫有机会吼。阮后摆，阮阿哥嘛有国中赢吼，拢会使哩吼。啊，小妹，子怡，我看你即2工真活泼啦吼。啊，师弟呢，你来我介绍一下好无？吼，互老师佫较熟悉，啊，佫一2个彩茹甲朱茹嘛会使，以后嘛会使做一个好朋友安尼，好无？好，来，你先讲。大家好，我是林子怡，即马读明星国校啊。今年我住和美镇。何美？伫遐有遐会是雨伞。雨伞。我嘛足介意布，因为会当做衫。哦，布遐。即摆真欢喜会当参加关怀台语跟布样。我是跟我阿兄做伙来。哦，甲阿兄做伙来，阿母无来。阿母有甲你来无？有甲你来无？有吼。啊，你感觉即2工好耍无？好耍。啊，倒一方面较好耍？你较介意倒一方面较好耍？我上介意的是老师教我讲结句话。吼，老师教你讲结句话。啊，你会使记咧无？咱主义啊吼，伊是干那1年啊尔吼，所以即摆要来升2年的时阵，哦，我感觉安尼就足够的啊吼。啊，你上介意倒一个结句话？老给先。鸡先啊。哦，好罗。去食派。哦，去食派好罗，啊叫做鸡先，对无？还有。啊，佫有一个好，要紧。鸟翅无飞身躯。哦，你拢会记哩哦。有趣味。什么趣味？你捌看过鸟翅无？鸟翅的味你敢捌闻过？你捌闻过无？啊，会着，有特别的味无？香香臭臭。臭臭。因为咱即摆环境拢做了较好吼，啊，所以呢，你讲要常常看到鸟鼠，应该是较无啦吼。因为咱嘛咧注重一寡环境的保持啊吼。好，啊，今仔日甲谁来？阿母。阿母。阿妈妈对无？阿妈妈叫啥名？妈妈叫啥名？哈？碧君，哦，碧君妈妈吼，对。碧君，好啊好啊。啊，你要讲一个阿母平常时啊，家己安那伫厝诶安那甲你教，还是讲哦，带你去倒佚佗啦？咱用台语来讲一个啊，甲阮分享一下好无？还是，还是要叫阿母家己讲？阿母家己讲。好，安尼，碧君妈妈吼，咱今仔日。因为我拄第1工吼，实在来到遮吼，我感觉你嘛成长足济，嘿啊，伫这台语来方面啦吼，啊，所以我嘛是讲希望你甲我讲者讲啊，即个成长当中啊，你上介意啥物阮的课程啦吼，啊，你有学着啥物，啊，搁你有啥物感想安尼，好无？啊，用足上轻松的，因为阿母甲我讲，我袂晓讲咧，我拢袂晓讲咧，要安怎咯？袂要紧，啊，你第1工来袂晓讲，第2工我相信。豆豆会晓讲吼，啊，咱若袂晓讲，咱则搁来做迄落，甲你教一下，还是啥物安尼，好无？好，来，碧君妈妈。因为我是住苗栗的客人。哦，咱是迄落客家人啦吼。嘿，自细汉拢无。啊，你嫁来遮？我嫁来中华的时阵啊，真袂惯势。袂惯势，倒一方面的袂惯势？听台语听拢无。袂啥晓。袂啥晓讲，佮听无。连头家问我，要香无，或是问我，卤啊有。哦，你去买物件，还是去食物件的时阵，伊问你讲，啊要掺咸无？听无。听无？嘿，啊你就讲，啊要啥物卤啊？是哦。对。哦，伊讲，哦你要卤啊，关断去安尼是无？
哦，啊，即马咧？住10年。10年啊？嗯。哦，10年。跳舞大部分的。大部分。啊，毋过。较袂晓。对，袂晓讲。较袂晓讲，毋是完全袂晓讲啦吼。就困难。好。啊，囡仔伫厝嘛，真少讲台语。真少，因为迄个环境就是，你是客家人，所以恁翁是咱这在地人，吼，所以拢用讲台语嘛。讲国语。嘿，讲迄个中文华语。对。嘿，啊，所以你会感觉真困难。对，真困难。啊，有啥物讲心情较无好诶无？袂。嘿，啊，就是。拄啊好，那个网络。嘿，网络有看到。一个讲台语诶活动。嘿。就带囡仔，伊教我做伙来学台语。吼，你算第一摆你就接触即个公报营。啊，以早伊有参加过文化营，啊，今年就小暂停，是无？小暂停着。吼，啊，小暂停诶当中，你有想着讲，即个公报营，你骹手足紧诶咧，公报营是足侪人要报诶啊，啊，结果你有报着啊？嘿，好，啊来，啊你佫是用一种诶学习。希望经过即3工，会当互囡仔，搁则爱讲台语。搁较爱讲台语。莫互台语消失。嘿，啊以后讲你若经过即个广播营啊学着的时，你伫家庭当中，你会想着讲要搁互伊讲较济，甲伊尽量讲台语。嘿，啊讲阿嬷咧，甲因讲的时阵咧，伊听无，就讲国语。哦。甲伊讲国语。甲伊讲国语吼，好啊，安尼真好，安尼就是以后咱就是安尼行啦吼。啊，搁来就是讲咱即2工的课程当中啊，你有感觉你有啥物讲你较趣味的啊，还是讲你有啥物成果要甲阮分享的无？囡仔拢有听过广播营，广播。广播营嘿。无看过电台设备。嘿，设备设做我感觉带囡仔来电台录音，看录音室。录音室。足特别的，嘿，真特别。也有机会听着家己讲的台语，才有趣味。吼，这嘛是课程之一啦吼。啊，共款哦，咱迄个即个做红林妈妈嘛是共款，我嘛是拢第一摆呢，我嘛是拢第一摆呢。所以这咱若是一种经验吼，一种经验啊嘛是一种试讲，咱行即个台语其实路足济嘛。啊，毋过吼，我就是讲希望讲以后啊吼，咱若种讲，咱有即个资源知影，吼，咱较积极的，吼，下咱的囡仔对即个台语的时候，莫一个讲长去啊，啥物，啊，咱就是一代传一代，吼，代生传嘛，吼，好。啊，即个课程当中，你除了讲结骨啊话教囡仔，你嘛感觉真趣味啊。啊，佫较趣味的无？唱歌。唱歌。嘿，啊，唱歌咧，是干那我教迄首爱唱，还是讲？佫提佫落。佫提佫落，佫提落落。要喊一个无？要喊一个，咱同齐来喊一个好无？好啊，好啊。好来。哪一个？高山啊！来，我起头哦嘿。来。好来，咱用喊一个，咱就莫拍谱啊吼。好多时吼，我拢会用较趣味的方式来带囡仔来唱台语。伫这歌内底吼，咱会使学着佫愈济的台语。啊，所以呢，其实毋免急，啊，咱豆安尼吼。尤其迄子语啊，伊才1年仔尔咧，我感觉吼，我伫学校教册，毋过我感觉足甘心的，真正赞。吼，啊，其他的人嘛是共款。我本来嘛是叫是恁2个拢一句都袂晓，毋过我感觉我嘛惊要弄破，是无吼？好来，高山啊爱欢美，只手爱，倒手提，只手爱。倒手提2穗，6穗，啊摕2穗，6穗，啊搁摕搁来，搁来，搁摕，搁摕，搁来，啊搁来，搁摕，无言为无句，手里拢是一穗番麦。啊，即摆咧昨唱甲今仔唱，感觉迄个正确搁较准诶。较准吼，啊老师有甲恁讲啊吼，即个内底除了讲你会使甲迄个声情念哦足正确的，佫会使学着一个番麦。你若去甲头家讲，头家我要买1根番麦，啊即摆毋是，咱爱讲啥
一岁，一岁还未，安尼吼，好，真好。安尼咱有啥物要补充的？你有想要甲老师佫分享1分钟？为啥物？大家拢会较紧张啊吼。嘿啊。啊，妈妈，你敢要佫讲者？大家学习是真欢喜的，嘿，希望就是常常办像即款的活动，会当互参加。会啦，会啦，吼，好，安尼我嘛希望讲，我会甲讲，咱来继续来办安尼吼。啊，阮台语文创意园区啊吼，园区内底啊办的活动，我嘛希望大家拢会使来参与吼。啊，你若是要找我啥物名？阿玲老师。要找阿玲老师的时阵，拜六会知影，我拢伫遐。哦，我除了是带一寡囡仔来做引导做老师，我嘛拜六我是遮永远的志工，吼，咱台语文创意园区永远的志工。好，今仔日咱足欢喜，咱来收一下尾，咱用倒一句？日常公德义，为咱来做起。啊，搁讲一句啥？赞！赞！今仔日非常感谢。